妻往来你，但愿得怀爱夫妻同相依，这苦今生老。要小心了。是。明日去信访我杨律店国王小儿可曾找到？我已经去过我杨律，那王小儿都在等一天，却被常常关出了店门。你再去信访自应自身，不需要找到王小儿的下落。啊，是。女儿。我们不知上当，我们是云路之人。你是袁立，你是不对，你们为什么不走我的上司？为什么把我当得失去我了？老张，我们送你回家去。你们上我诬告苍堂，将我关了3年监狱。我已经无家可归了。老张既有文不冤枉，我们替你伸冤报仇。你们伸冤去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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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将他现在之论上，安等之后再去禀报王小儿下落。身为新闻当官员，我定要伸冤报仇，洗平安。世人相看闹盈，张大我见。娘子容颜无此灵，爱来思往3年，真还千梦到是难言。那一年他领子生于两的是。今日定有小娇生，娘子啊，不知你今日何方的，不知你母子可爱你，不知你父亲怎。
你如度光阴，诸事与相心不定，娘子人究竟是万日江里迢迢往返是空坟，欲却欲死难忘你，平民百姓只愿难生。我越思越想心越恨，为什么人们与我报恩？桥上死鬼何啊文士，今朝风花来心啊灵，我是上堂报仇恨，害人的把柄。妈妈，你在讲什么？这咕噜你管啥案子啊？我来那个胡文水啦。胡文水，他在哪里呀？胡文水已经死了3年了。陈宇死了，妈妈与我是他。我今朝来围住3周年，我特地买了点牛肉，要赶着回家去呢。妈妈，不知胡文水是你什么人？哦，是我个女婿啦。啊，女婿？胡文水的妻子王兰英是我个国内人，跟我个胡文水是不是我个女婿啦？啊！哎呀，对，哦，妈妈，不知你家是哪里王兰英，他可好啊？妈妈。侬是啥个人？当天我个国内人做啥？侬想说话好意。妈妈，妈妈。侬真要拒绝，我是要不客气了。妈妈，娘妈妈哪都来噻？娘妈妈，你别我话回去了。然后我买了点牛肉，要赶着回家。你来你姐姐，我等着替你姐夫做3周年呢。跟我先走一下啊！好，妈妈。爸爸，你这位先生在这杨妈妈做什么？方才听妈妈引导，今日要替胡文水做3周年，我想打听。胡文水与你什么关系？你当替他做什么？看他不怀好意，不要理他，我们走吧。不为大。我与胡文水乃是同窗好友，数年不见，不想他已经去世了。今日既知他做3周年，我也到他临行一吊，以表故交之情。啊，你想出去领？是啊。他等我老子，就让他出去领吧。好，此事你就听令。